大家好，我係健康大使杜大偉啊！今時今日咧，好多人好識得關注血管健康噶啦，相信你都一樣嘅。以下呢個產品咧，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下，佢就係日本血管通增量版 EX。呢個產品有咩兩大嘅要點咧，吸引到我咧？其實當中裏邊有兩大元素喎。第一個就係專利嘅納豆激酶啦，而第二個咧就係專利米糠發酵精華。大家都知道啦，其實而家都知道，其實納豆咧，其實對人嘅身體好好噶嘛。其實我平時都好中意食嘅。咁而佢裏邊咧，呢個納豆激酶，因為佢用一個好專利嘅技術發酵，佢嘅功效咧比一般嘅納豆素咧成效係高出100倍嘅，所以非常厲害。平時咧，除咗我哋嘅納豆之外啦，其實米糠咧都係好健康嘅。所以兩個元素加埋落去嘅話咧，咁呢個絕對就係大家嘅血管清道夫啦嚇。日本血管通增量版 EX 適合血管不暢、三高、頭痛頭脹、心悸氣促、手腳麻痹等人士，每日2粒，餐後以溫水送服，堅持服用一段時間，血管一通，全身輕鬆，